各位水晶迷，歡迎翻嚟經卷實醒研究所，我係查查。大家好，我係經卷。上一集同大家詳細講解咗黃水晶，今日嘅主角就係水晶界嘅王者白水晶。無論你係水晶新手想入門，定係想提升專注力、淨化磁場，呢條片幫你由神話到實用全面拆解。講到白水晶，有一個好威水嘅希臘神話傳說。相傳喺古希臘時代嘅奧林匹聖山上，住住一位偉大嘅英雄克拉克阿斯。喺每場戰役之中，佢手上總係執住一面閃閃發光嘅白水晶盾牌。只要佢用力擊出盾牌，就能瞬間將天地照耀，充滿王者嘅氣派。佢成功完成12項英雄任務，最後被宙斯封為勇敢之王。白水晶係勝利之石，象徵勇氣同成功。所以白水晶自古以嚟就被視為護身符、平安符，代表勝利同埋保護嘅力量。咁白水晶係點樣形成㗎？白水晶係石英家族嘅代表成員，主要成分係 silicon dioxide。佢形成於億萬年前嘅地殼深處，喺熱液脈、偉晶岩或者火山岩入面，需要喺特定溫度同壓力條件下慢慢結晶。咪好似焗桑拿咁？差唔多啦。白水晶全球各地都有產出，其中最負盛名嘅係巴西、中國、俄羅斯、瑞士、美國、墨西哥、馬達加斯加、日本等。巴西出產嘅白水晶品質穩定，產量豐富。中國嘅水晶分布好廣，優質白水晶主要分布喺江蘇東海一帶，而江蘇東海仲被稱為水晶之鄉添啊！講到白水晶功效，點解叫佢做水晶之王咁巴閉呢？因為佢嘅磁場能量最平穩、最純粹，幾乎唔會被其他力量影響，始終保持一貫性同穩定性。白水晶可以平衡淨化磁場，提升專注力、記憶力。佢亦係佛教七寶之一，被稱為摩尼寶珠，據說可以避邪擋煞、保平安。所以佢適合學生、壓力大、成日用腦、用電腦嘅返工人士。想保平安、辟邪嘅朋友都啱，佢可以話係全部年齡人士都適用。講完功效，點樣揀到靚嘅白水晶呢？第一，睇折射。天然白水晶喺陽光照射下會折射出七彩光芒，亦會有細小裂紋。第二，體內包密。天然水晶表面光澤呈淡青色，入面可能有啲亮晶片，雲霧狀，形態自然有力度。如果完全蒼白的透，冇任何內包密，就要小心係人造啦。第三，觸感。天然白水晶拎上手會有冰涼感，如果摸落冇涼意，就要留意。第四，硬度。天然水晶硬度高，如果感覺有塑膠感，可能係注膠仿製品。佩戴方面，記住左進右出原則。白水晶屬於吸納性水晶，適合戴喺左手，吸收正能量，提升專注力。如果想用嚟辟邪擋煞，都可以戴右手。擺放方面，白水晶五行屬金，象徵純正同保護。放喺書房或者辦公台，有助提升專注力同記憶力。小朋友做功課都專心啲。放床頭可以幫助穩定情緒，改善睡眠。擺白水晶束喺客廳可以淨化全屋磁場。佩戴白水晶要注意，避免暴曬，遠離高溫同化學品。仲有，去醫院、墳場等負能量重嘅地方，最好除低放喺袋入面，亦要盡量避免他人觸碰。如果水晶碎咗或者斷咗，就係幫你擋咗災，唔好再戴啦。講咗咁多，如果你都想擁有一條屬於自己嘅水晶串，就要留言俾我哋。我哋可以為你客製一條獨一無二嘅水晶手串，或者係手機串，掛喺手機度，行街煲劇低都靚過人，仲可以隨身保平安。平衡能量白水晶，萬能淨化，樣樣勁。今日嘅白水晶全攻略就到呢度，大家記得訂閱、讚好、分享同開小鈴鐺，一有新片就收到通知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